大卖场店员伫介绍，煞来用正手将头往掉咧，赶紧看天棚都惊讲有物件落落来。挂伫天棚的宣传招牌嘛，一直喊。水钱吊顶海了搁较明显，有一个乡亲困到一半拢惊精神，连游泳池的水本来真平静嘛，开始溢来溢去。宜兰乡亲更加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消息，早起7:05分，伫台湾东部海域差不多120公里远的所在，发生规模6.2的地震，深度敢若5.7公里，是真浅的地震。包括宜兰、花莲等等的所在，伊上大的震度拢有到3级。资料研判，大概5天内。我们不排除会有规模5.5到6.0的余震会发生。这摆地震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受克，气象署地震观测范围也就是北纬21到26度，东经119度至123度之间，是今年头一个规模超过6的地震，嘛是今年目前上大的地震。有民众表示讲，下的时间差不多20秒，有人住伫淡水新市镇21楼，海一个真大的准备要夺命，是讲双北的感受会较明显，讲是因为场子的效应。那同样一个地点，它的摇晃的程度就会不一样，那可能跟它的震波的行经的路线是有关系的。那当然我们称为长子效应。就民国75年的时候呢，它造成那个台北的华阳市场倒塌，死亡17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为什么在别的地方来讲，台北的摇晃不会让你，唯独这个区域里面的地震就会造成台北的摇晃比较厉害，就像今天这个地震一样呢。伫10:54分，又搁发生规模5.1的余震，同款伫东部海域深度差不多24.3公里。宜兰上大的震度是1级尔。地震中心表示讲，这个震央离台湾真远，咱乡亲唔免烦恼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